宜兰县爆出有查甫警察甲人伤害性侵的案件，18半暝，一个查甫警察伫个查甫警察所住的所在开讲，却来发生口角，造成伤害也有性侵的情形。警方表示已经主动调查，厘清案情了后，会依法来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。所属员警疑似设有伤害、违反男女意愿之亲密行为等情事，立即主动调查，同时恪遵谨记警办之原则。本案刻由本局妇幼队主侦，于厘清相关案情后，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。这位查甫警察先去病院验伤，才来报案。根据着查甫警察的表示，讲这查甫警察甲伊拍，搁甲伊乱来。不过这查甫警察完全唔承认，专案当咧调查。查甫警察也先调离开职务，警方也强调袂暗唬任何人，看调查的结果才来做行政处分。